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1月甲2月统一发票，你有对奖啊未？财政部讲，7000万的得奖，还阁有5张无人来领。得奖的发票分别是开立的这个台北、台中甲高雄，当中有几啊张拢是纸本的发票。这7月初5进前若无去兑奖，这条钱都袂当领咯。一大叠发票，不要不整理，以免跟财神擦身而过。1月、2月统一发票已经开真久啊，还有5张1000万的大奖无人领。其中台中市呢就开出了一张1000万中奖发票，它就开在这一间连锁大卖场里。消费者是买了3件裤子，金额是2496元。缩小范围替民众斗想一个，迄张得奖发票是买3领囡仔的裤，替是纸本的发票2496块。另外4张1000万的发票分别是伫台北士林区的便利商店买470块，台北车头代替便当嘛有一张，消费金额是241块。还有高雄的电视购物台开1980块的发票，甲高雄网络业者开的290块的发票。另外，提醒乡亲伫购物网站买物件，有会主动通知得奖的发票。要么若是将发票嵌伫悠游卡、一卡通这款的卡片内面，若是无到财政部网站登录的话，就要家己去超商的多媒体机去查询，才知影得奖。7月初5进前，若无去兑奖，大奖就飞去啊！